嘅院校，即係我只能夠講港大啦，會覺得係唔代表我，即係對於6·4嚟講，其實我自己會覺得，就算係平反咗都好，其實你都係應該繼續去即係記住呢件事。會喺網上面睇啲紀錄片，咁我覺得有啲位係好感動到我。我覺得我哋而家係要承傳嗰種精神嘅，就係例如嗰陣啲人走出嚟即係去反貪腐啦、反官倒啦，然後佢哋要求民主，佢哋要自己民主化咗嗰個即係入面嘅組織先，然後又咁即係用自己嘅名義去嗌好多嘢，就係代表即係佢哋其實係有承擔嘅咁樣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對於我哋即係而家香港社會都係好重要，即係喺參與社會運動度，其實對於即係我個人嚟講，我覺得係一種承擔。事實上就係喺本質上對於香港人嚟講，6·4同其他嘅慘劇並冇二致。咁樣係咪真係要好需要特登咁多人出嚟一齊就係去悼念咧？我哋有保留。學生會甚至乎係咯，即係其實都係代議政制選出嚟啦，代表嘅。叫做代表到同學嘅聲音，其實未必真係好多。咁好多時其實係行自己嘅 agenda， 即係你其實上咗個位，你可以推好多自己嘅嘢。但係我嘗試幫某啲團體去聯絡，即係我諗上年啦嘅佢哋就想搞一個即係關於6·4·89民運嘅論壇，然後我就問學生會咁樣啦。咁佢哋嘅答覆就係佢哋唔會即係租借場地俾外來嘅團體咁樣咯。咁即係變相就係講緊，即係佢哋淨係會接受佢哋以港大學生會嘅名義去搞論壇咁樣。咁我會覺得即係覺得可惜或者唔開心嘅感覺，就係點解大家開始即係過咗雨傘運動之後，好似咁急功近利。